亲爱的长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透过饮食重拾健康的活力。您是否曾经感到困惑？为什么过了6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似乎变得特别快？即便您尝试了市面上各种标榜神奇效果的高蛋白饮品、粉末或是营养补充品，日复一日的饮用，心中期盼着能拥有更强健的双腿、更好的平衡感、更稳固的握力，甚至希望在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爬几阶楼梯时能更有自信。但结果往往不如预期。事实上，真相可能会让您感到相当惊讶。对于大多数的银发族来说，光靠蛋白粉往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就像是杯水车薪。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产品品质不好，而是因为您的身体在老化过程中发生了生理机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单纯的蛋白粉从未触及或解决的盲点。接下来要告诉您的这个部分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其实有一种天然的食物，只要您开始食用，就能真正激活您老化的肌肉纤维，其效果是那些加工粉末无法比拟的。请务必耐心听下去，因为我稍后要揭晓的这第一种食物非常有效，许多长辈在食用几周后就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了。这种食物可能现在就静静地躺在您家的厨房里，被您忽略或低估了。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早晨醒来，您伸手去拿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也许是从早市买回来的一袋重物、一桶水，甚至是抱起您心爱的孙子孙女时，您感觉到手臂比以前更加吃力。又或者当您早上下床踩在地板上的那一刻，感觉双腿有些颤抖不稳。这种悄无声息的肌力流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您选择忽视它，情况只会持续恶化。但是如果解决方案根本不在那些昂贵的罐装粉末里呢？如果这一切的转机是始于一种简单的原型食物，它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滋养您的肌肉，并以您身体终于能够再次吸收利用的形式，提供肌肉所需的精确建构材料，那该有多好！让我先给您一点提示。今天清单上的第3种食物经常被大家忽略，但当许多长辈开始规律食用后，他们形容双腿似乎找回了一种温暖的稳定感。而稍后提到的第5种食物，则是几乎所有蛋白粉厂商都不希望您知道的秘密，因为它的存在会让他们的产品显得毫无必要。请继续阅读下去，因为每一种食物都是建立在前一种食物的基础之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可能是您所听过最有效的天然肌肉保养组合。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希望您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回想一下您在50岁或60岁出头时拥有的体力，回想那种当您迅速站起、轻松提物，或是在行走时完全不用担心平衡感会突然消失的自信。这种感觉并没有永远消失，您的肌肉仍然会有反应，它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正确的讯号。而我即将分享的这些食物，正是您能给予肌肉最强大的启动讯号。我是山德拉医师，在过去超过25年的时间里，我致力于帮助无数银发族，在他们认为为时已晚的人生阶段，重新建立了力量、活动能力与自信心。请相信我，这永远都不嫌晚。人体的适应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使过了60岁也是如此。你越早了解您的肌肉真正需要什么，就能越快扭转局势。在台湾，许多长辈误以为肌肉流失是不可逆转的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单纯只是您老化后的身体吸收能力与您喂养它的食物之间出现了供需不匹配。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为您弥合这个差距。在这篇文章中，您将学习到那些比大多数蛋白粉
更适合银发族的简单食物。您将了解为什么依赖粉末往往会失败，以及为什么原型食物能够激发一种称为肌肉蛋白合成的关键生理机制。这个机制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我会教您如何将每一种食物融入实际的日常饮食中，温和地重建肌肉，而不会对您的肠胃、荷包或日常生活造成负担。如果您能跟随我的脚步，直到最后，您将获得一套完整的从早到晚的肌肉强化蓝图。这套蓝图已经让数百位长辈从中受益。现在，让我们从第一种食物开始。这种食物经常让人惊讶，因为大家从未意识到它在过了60岁后有多么强大。这个食物的运作方式与粉末状蛋白完全不同，因为它不仅含有氨基酸，还含有更重要的东西——天然酵素和辅助营养素。这些都能帮助老化的肌肉吸收更多您吃进去的营养。这个食物就是希腊优格，它口感浓郁，质地厚实，并且富含白氨酸。在医学营养学上，白氨酸被视为启动肌肉生长的关键活化塞。当您食用它时，您的肌肉细胞会接收到它们所需的氨基酸，这是一个干净且稳定的传输过程。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优格中的钙质能激活肌肉收缩，帮助您的神经与肌肉进行更好的沟通。许多长辈描述在规律食用后，感觉步伐变得更稳健了。您可能会想，为什么普通的优格不够好呢？差别在于希腊优格经过了过滤程序，这意味着它每一口所含的蛋白质几乎是普通优格的2倍，而且白氨酸的含量也显着更高。白氨酸正是银发族身体难以有效利用的氨基酸，因此您需要以更浓缩的形式来摄取它。我曾有一位60多岁的病患，我们姑且称她为林阿姨。她开始在早餐的希腊优格中加入莓果和少许蜂蜜。仅仅3周内，她告诉我，她绕着社区散步，感觉轻松多了，双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紧绷。这一切的改善完全没有依赖任何蛋白粉，纯粹是慢消化、蛋白质、白氨酸和辅助矿物质的完美结合。但在我们进入下一种食物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且令人惊讶的观念需要厘清。许多长辈吃优格的方式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大家往往专注于选择低脂产品。当您去除了脂肪，你也同时移除了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的重要营养素，而这些维生素对肌肉力量至关重要。全脂希腊优格实际上更能支持肌肉的维持，特别是如果您在一天中较早的时候食用，那时您的肌肉对营养的反应更为灵敏。所以，如果您一直避免摄取全脂优格，现在或许是重新考虑的时候了。我们的下一种食物运作机制截然不同，它不是提供缓慢释放的蛋白质，而是给予您的肌肉一股快速的氨基酸爆发，这正是银发族往往缺乏的。鸡蛋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完整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以完美的比例包含了所有必需氨基酸，但让鸡蛋对60岁以上族群特别有强大功效的是一种称为胆碱的营养素。胆碱能支持您的神经系统，并改善大脑与肌肉之间的沟通效率。许多长辈认为他们的无力感单纯来自肌肉本身，但问题往往始于那些告诉肌肉如何收缩的神经路径。当您食用鸡蛋，特别是整颗鸡蛋时，您就为您的肌肉和神经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原料。有一位70多岁的陈伯伯曾告诉我，仅仅透过每天早餐吃2颗蛋，他就感觉到握力有了微妙但明显的改善。这个里有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台湾的长辈因为担心胆固醇而不敢吃蛋，但现代医学研究已经显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来自鸡蛋的膳食胆固醇
并不会显着，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数值。事实上，鸡蛋中的健康脂肪能帮助稳定维持肌肉组织的荷尔蒙。请不要急着离开，因为下一种食物是银发族天然肌力的最强大来源之一，而且它与蛋白奶昔毫无关系。事实上，这种食物提供了一种非常特定的氨基酸，是您肌肉极度渴望，但几乎每位长辈都缺乏的。这个食物就是茅屋。起司虽然在台湾传统是厂较少见，但在各大超市都能买到。它是酪蛋白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酪蛋白消化缓慢，能在您夜间睡眠或长时间未进食的时候持续滋养您的肌肉。这就是为什么健美运动员过去非常依赖它，但对于银发族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试想一下，当您在睡觉时，您的肌肉有数小时得不到营养滋润。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没问题，他们的肌肉容易修复。但过了60岁，您的肌肉在这些慢长的空腹时段里会很难维持自身状态。茅屋起司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长达数小时，缓慢释放氨基酸。我治疗过一位名叫黄太太的女士，她过去常常在醒来时感到大腿僵硬无力。在每周3到4次将半杯茅屋起司作为晚间点心后，他发现在2周内，晨起的僵硬感缓解了，走路的感觉也变好了。更有趣的是，茅屋起司含有支持骨骼健康的天然化合物，这间接改善了肌肉功能，因为强健的肌肉需要依赖强健的骨骼结构。将茅屋起司与凤梨或桃子搭配，您就拥有一道美味且滋养肌肉的餐点，甚至在您睡觉时也能发挥作用。接下来的食物开始变得令人兴奋了。这种食物常被忽视，但它对银发族有着独特的力量，因为它有助于激活所谓的粒线体能量。粒线体是肌肉细胞的能量中心，就像发电厂一样。过了60岁后，它们的活性会自然下降。能为它们重新充电的惊喜食物就是鲑鱼。鲑鱼富含 Omega-3 脂肪酸、维生素 D 以及一种特殊的营养素虾红素。鲑鱼能给予疲惫的肌肉一种粉末，无法复制的能量提升，因为粉末缺乏这些天然油脂和微量营养素。当一位长辈每周食用2到3次鲑鱼时，他们通常会发现走路、爬楼梯和维持姿势的精力有所改善。一位60岁出头的先生曾告诉我，他感觉就像有人给他的双腿换上了新电池。鲑鱼支持抗发炎，路径能减少僵硬感。当您将其蛋白质含量与其油脂结合时，您的肌肉同时获得了力量和润滑，这在单一食物中是非常罕见的。再给您一个小提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食物可能是银发族营养中最被低估的增肌秘密，而且它不是肉类、乳制品或鱼类。这往往让那些认为植物性食物无法支持肌力的人感到惊讶。但这种食物绝对可以，特别是在60岁之后，这种食物就是扁豆。这些小小的豆科植物富含植物性蛋白、纤维、镁和铁。对于长辈来说，铁质至关重要，因为铁质不足会降低输送到肌肉的氧气量。当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时，它们会很快疲劳。扁豆能自然地恢复这个输送路径。它们还含有抗性淀粉，有助于稳定血糖。当您的血糖保持稳定时，您就有更稳定的能量去活动、伸展和进行轻度运动。所有这些都支持肌肉生长。一位72岁的长辈在他的午餐中每周3次加入扁豆汤。1个月内，他告诉我，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双腿不再像以前那样颤抖了。这就是当您的肌肉终于获得粉末无法提供的均衡营养时，您会得到的改善。现在
让我们谈谈那种当长辈们了解其益处后，反应最为热烈的食物，它完全未经加工，价格便宜，而且随处可见。然而，它提供了一种最强大的氨基酸，专门用于修复肌肉组织，特别是在60岁之后。这种食物完成了我们探索的上半部分，且经常在现代饮食中缺失，它就是南瓜子。这些小小的种子富含镁、锌和一种关键的氨基酸精氨酸。精氨酸能增加一氧化氮的生成，进而改善流向肌肉的血液循环。更好的血液循环意味着更好的营养输送、更好的修复、更好的力量。每天吃一把南瓜子的长辈经常报告说，手部力量改善了，平衡感更稳定了，散步时的耐力也更好了。他们还支持荷尔蒙平衡，这是蛋白粉通常忽略的。还有一个有趣的部分，60岁之后，镁缺乏症非常普遍，这直接导致了肌肉无力、抽筋和夜间紧绷。南瓜子能自然且温和地补充这种缺失。既然我们已经探索了一些恢复肌肉力量最强大的天然食物，让我们进入这趟旅程的下半部分。您将发现，对某些长辈来说，见效更快的选择。在这个清单上最引人注目的食物之一，是许多人偶尔才吃的东西。然而，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蛋白质、电解质和天然抗炎力量的组合。这种食物就是藜麦。与大多数谷物不同，藜麦含有完整的蛋白质，具备所有必需氨基酸，使得它成为那些消化功能不佳或无法耐受大量肉类或乳制品的长辈的完美选择。当您食用藜麦时，您的肌肉会接收到干净稳定的氨基酸流，以及像锰和磷这样支持组织修复的矿物质。藜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与其他增肌食物搭配。当与蔬菜和豆类混合时，它会产生强大的协同作用，让您的能量水平整天保持稳定。我的一位病患，68岁的张伯伯，开始在晚餐时用藜麦代替白米饭。3周后，他告诉我爬楼梯明显感觉更容易了，晚上的疲劳感也减少了。这种温和但真实的改善，正是原型食物在粉末失败时能实现的。但事情变得更有趣了，有一种食物不仅支持肌肉蛋白合成，它还能保护您的肌肉不被分解。这在60岁之后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您的身体每年都会自然流失更多的肌肉。这个食物就是杏仁。杏仁富含健康脂肪、维生素 E 和植物性蛋白，有助于减少肌肉细胞内的氧化压力。当您每周几次吃10到15颗杏仁作为零食时，您就在支持肌肉纤维的外膜，这能防止您的肌肉在不活动、生病或压力期间萎缩。杏仁中的维生素 E 也支持神经功能，这特别重要，因为肌肉力量取决于神经与肌肉纤维之间的沟通。一位73岁的女士告诉我，她很惊讶，仅仅在零食中加入杏仁后，感觉平衡感改善了。她说，当她走下路缘石时，双腿感觉反应更灵敏，也不那么颤抖了。这就是滋养整个肌肉系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单纯补充蛋白质。现在让我们揭晓一种许多长辈喜爱但从未意识到是保护肌肉质量最佳天然工具之一的食物。这种食物就是豆类。红豆、黑豆、白豆、花豆，所有这些都提供了蛋白质、纤维、叶酸、甲褐、慢消化、碳水化合物的卓越组合。豆类有助于稳定血糖，防止能量崩溃，并支持持久的耐力。对于长辈来说，这意味着能走更远的路，更有力地提重物，以及减少午后的疲劳感。请把您的肌肉想象成引擎，引擎不能单靠燃料运作，
他们需要润滑气流和适当的时机。豆类透过改善循环、减少发炎和提供持久能量来支持这三者。一位70多岁的男士曾告诉我，在每周3次将豆类汤品加入餐点后，他觉得自己的双腿不再像以前那样走到一半就背叛他了。这个简单的改善帮助他重建了多年来慢慢失去的自信。在我们继续之前，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许多长辈认为他们的肌肉只需要蛋白质就能生长，但60岁后的肌肉生长需要3样东西：蛋白质、矿物质和抗炎营养素。如果没有这3样，您吃的蛋白质就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下一种食物运作得如此完美，它在一个营养包裹中同时提供蛋白质和抗炎益处。这种食物就是豆腐，它质地柔软，容易消化，且富含氨基酸。豆腐支持肌肉维持，即使对于肠胃敏感或有消化问题的长辈也是如此。豆腐含有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降低体内发炎、反应并支持荷尔蒙平衡。荷尔蒙在60岁后的肌肉力量中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大。当您的荷尔蒙稳定时，您的肌肉恢复会改善，睡眠会变得更深沉，能量也会变得更可靠。我的一位病患，65岁的吴大姐，每周2次将豆腐料理加入晚餐中。1个月内，她报告说，肌肉酸痛减少了，早晨的精力更好了，日常散步时髋部也更加稳定。现在，让我们来到这一份清单上的最后一种食物。它是最强大却最被忽视的天然肌肉增强剂之一，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种食物不仅富含蛋白质，还含有一种罕见的营养组合，能改善肌肉水合作用和组织修复。这种食物就是西瓜籽。许多人喜欢吃西瓜，却把种子吐掉，殊不知这些种子富含镁、锌、蛋白质和瓜氨酸。瓜氨酸能增加一氧化氮，改善流向肌肉的血流量，这能改善营养、输送并减少僵硬。当长辈每周几次吃1小把烘烤过的西瓜籽时，他们经常形容双腿感觉更轻盈、更有活力。矿物质和植物性蛋白的结合有助于保持肌肉水分，这能减少抽筋并允许更有效的肌肉收缩。西瓜籽完成了这份清单，因为它们汇集了银发族肌肉保养的3大支柱：矿物质、氨基酸和改善的循环。既然你已经了解了60岁后真正能建立力量的食物，让我们来破解几个经常误导长辈的常见迷思。这些迷思可能会在您开始进步之前就阻碍您，所以我希望能以简单且支持性的方式为您厘清。迷思一声称蛋白粉是建立肌肉最快的方法，许多粉末只含有分离蛋白，却缺乏您老化身体吸收和利用该蛋白质所需的矿物质、脂肪或酵素。原型食物效果更好，因为它们带有天然的协同因子。60岁后，您的身体对能够支持消化、循环、神经功能和减少发炎的天然食物营养反应最好。粉末很少能提供所有这些好处。迷思2说，只有肉类能建立真正的肌肉，这不是真的。像扁豆、藜麦和豆类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一起食用时，能提供完整的蛋白质模式，并提供肉类无法供应的矿物质和纤维，这些能帮助您的肌肉恢复并整天维持能量。许多长辈依靠混合蛋白质来源，比单纯依赖肉类或粉末表现得更好。迷思3坚持认为60岁后肌肉流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肌少症确实变得更常见，但它并非不可避免。当您将富含蛋白质的原型食物与矿物质、健康脂肪和温和的日常活动结合时，您的肌肉是可以生长的，即使是微小的改善也很重要。我看过70、80岁的长辈，
重新获得了他们以为永远失去的力量。现在，让我们进入您的实践计划。这是一份您可以遵循的蓝图，以便在接下来的30、60和90天内看到真正的改善。这些步骤简单且实际，适合任何60岁以上的人。即使您在体力或活动能力上有困难，请以像鸡蛋、希腊优格或1小份豆腐这一类快速消化的食物开始您的早晨。这些食物在1天中您的肌肉最容易接收的时候提供氨基酸，加入莓果或一份水果来获取抗氧化剂，给您的肌肉早期的燃料，并观察您的平衡感和能量如何，在上午时分获得改善。午餐时选择混合藜麦、扁豆、豆类或茅屋起司，目标是摄取能缓慢释放的蛋白质，让您整个下午都保持精力充沛。如果您食欲不佳，可以从半份开始，您的身体会是因病开始欢迎这些滋养。晚餐时选择鲑鱼、豆腐或以豆类为主的菜肴，搭配蔬菜，以获取矿物质和天然抗炎支持。这个组合支持您的夜间恢复。睡前，如果您感到饥饿或经历晨间僵硬，吃1小份茅屋起司，它提供酪蛋白，能在夜坚持蓄胃，养您的肌肉。至于零食，选择杏仁、南瓜子或西瓜子，这些能给您富含矿物质的营养爆发，帮助保持肌肉水润和功能正常。它们还有助于减少夜间腿部抽筋，这是许多长辈因为美摄取不足而经历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谈谈预期的结果。在15天内，大多数长辈会注意到早晨的力气变好了，步伐不稳的情况减少了，姿势也更好了。在30天内，许多人描述爬楼梯变得更容易，稳定性增加了。到了60天，肌肉张力开始回归，特别是在腿部和手臂。而到了90天，如果您遵循这个蓝图，您将能体验到日常移动、行走和提重物方式的转变。请记住，持之以恒的小步骤会带来最大的改变。每一餐都是为养和强化您肌肉的机会。您不是在追求完美的结果，您是在以身体先，在需要的方式支持它。在我们结束之前，我希望您想象一件强而有力的事。想象一下，从今天起，90天后的自己，你醒来，自信地站立，感觉双脚稳稳踩在地上，您的双腿感觉平稳，手臂感觉更有力。您毫不犹豫地走进厨房，无所畏惧地提起物品。这不是幻想，这是一个实际的成果。当您用我们讨论过的食物滋养肌肉，并给予身体它一直缺失的支持时，您值得拥有力量，您值得拥有独立，您值得拥有一个能支持您日常生活的健康身体。如果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吝啬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支持更多长辈的健康。如果您想了解更深层的力量改善，欢迎继续关注更多关于改善关节稳定性的饮食建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见。